林振昇議員，多謝主席。咁其實喺實施地盤全面禁煙之前呢，其實依家有啲地盤呢都係禁煙嘅，而且係有罰則嘅，所謂家規。咁但係有啲工友呢就覺得呢啲家規呢未必係太合理。例如發現地下有煙頭呢，就5、6個人一齊去罰啦，連坐法啦。咁但係其實依家我哋即將好快咧就地盤咧全面禁煙，同埋已經咧係有定額罰款嘅。咁呢啲家規咧係咪需要，或者即使係有咧係咪合理咧？勞福局係咪可以同承建商去多啲溝通咧？多謝主席。勞福局局長。多謝林振昇議員嘅問題。我諗要區分開咧，一啲係喺法律下面就唔准許嘅行為。林議員所講嘅咧，其實係勞資雙方喺佢個僱傭合約度咧，就定咗一啲規矩。如果工人覺得老闆定嘅規矩太過辣啦，或者唔好合理嘅話咧，當然可以雙方傾啦。其實勞工處都可以幫手嘅，因為我哋有勞資關係科，大家可以上嚟合理地大家去調停一下。但係我覺得個關鍵點都係咧，而家社會大眾都覺得地盤咧，即使未通過法例之前咧，最好都通過自願形式咧，盡可能係大家都唔好食煙，目的都係希望保持火警嘅防範火警同埋地盤安全。多謝主席。